林的斗南是生产着台湾米的重要产区。台湾优米公司甲斗南振农会合作，甲斗南在地好米外销到澳洲，拓展海外市场。 斗南是台湾重要的稻米产区，伫遮出产的稻米品质真好。台湾优米公司和斗南振农会合作，要外销去澳洲市场。这个合作是因为斗南这次我们的先天条件就是很好，就是有我们的一个好的土壤水质，产出的一个好米那我们就是一好米才可以外销，可以让消费者可以更清楚、更了解。斗南农会每个月拢会外销几百吨米，农委会嘛真支持农会相关的设备，希望未来全台各地拢会当来利用安尼的成功模式。未来还有很多斗南的像优质的月光米等，会来行销到包括日本等其他的国家。斗南的米真香阁真 Q，期待当予世界各地的人拢食到上赞的台湾米。